从菜眼试也是已经都做到档案咧，因为我通常来做剪样片啊、修图啊，还有写文章啊呢。从菜已经11點叫好講，我10點是10檔時間咧。嘟好，嘟好。正常嘅。 11點過後就嘟好，不過可能食物改了，到底係食嘅哪類型嘅食嘅東西？我從開始食凍搭啊，冇食餅啦，啊冇到喺超商嘅盤團啊、茶米亂啊，因為安尼較方便較夾啦。你都好食。錯啊，因為夾食品啊，就做些咧，過來做些咧，聽冇？我是講一句，懂大餅呢？人生辛苦呢。 做乜嘅？過到按艱苦、按嚴防，係到11點過後咧，冇食正常，係食凍答啦，食絲sau啦，凍上誒，要按上跳，空姐呢？按嚴防。唔過正經來講一下，這個阿燕子，你都乜嘅時節，想要食宵夜，想要食點心。誒，其實我哦，睇是個冇看我按的凍漿啦，凍漿。你會，你好。發給鋪敷。好啦，唔過睇是個冇看我的身材，冇像阿自己按的。其實我平常時間喺凍時候食宵夜嘅類型啊，我就係。唔出來。實話講出來了。 嘛嘅咧，我唔好食宵夜，唔過平常時間係做事做到無限。我說夜係就食唔到，做太高後就食一點咧。我說我大概就啲咧說，喲，佢孫女還要先去睡夢，還喺講還要先去食東西，嚇，還喺講係講出來咧就冇愛生啊，即係去睡夢天公，早晨爭嚟食早就好咧。我說我根本就唔係動好食宵夜。我就會以為你冇食，因為按獎。按自己大腿的部分先不要照。 因為我媽媽講啊，佢做就當春藥，我說無法度做唔得，唔是做就，唔免做唔得，就是為到去保持個好嘅身狀，就唔是做就。拄好，嘅我嘅三寸啊，你攏是開一間做就店，半夜咩又做上你嘅做就店，你看結束大家都在窮下去食做就。哦，走得，好，都在窮下去食。你人家賴本人傾下伊。哎，本意咩？哎，我講過。人家拉本記啦，人家拉本，有冇睇叫本記啦？如果真件，我一般阿小鳳來講一下，如果知道對你來講，宵夜都係算乜計啦？宵夜愛食就唔好驚，係千萬唔好以為驚就乜嘅食一支香蕉啦，開一支包廂，係挺艱苦嘅。睇下記得我四季真言，人生菜色咩咩忙，不敵數年有吉蟲。 因用疲勞分泌而曉得蹦，人人生長提供嘛個很多瘦，重商富裕。哎，你講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肚子也不是。王小鳳唔係因為皮都按的。老家講一下真嘅啦，即宵夜都係食物嘅啦，吼，所以愛蹦糖呀，食物嘅東西，好冇？我知道，我介紹嘅就係你台北吼萬華有名嘅阿財滷肉飯。因為台灣這個東風片，像個半夜嘅時間，唔是像個自己咁樣哦，個準備動作個馬鈴薯啊，那個搶菜桶啊。不是你書給拿起來就跟那個吳大哥還有傅先生飲啲嘛。你那邊唔會煮飯呐？你唔會煮飯吼？唔會。我講台灣還有一隻韓家厲害，就是台灣有個鴨絲。哦。韓家會就是外部卡帶有個鴨絲嘅筍紅，你睇講嘅 OK。唔係鴨絲筍紅，唔係冇一帶。就一定會帶鴨絲筍紅，因為半鴨胗唔是講嘅都市謠。哦。係真嘅。 其實我平常時間 video 嘅身材保持啦，吼，因為我身材已經東南保持咧，嗰陣我真是東南的會當當去食宵夜。我後來啊，我就發現到，其實有當到十分好食嘅美食，佢就當當開嘅宵夜嘅時間咯。就講平常時間啊，乜嘅酒啊、凍豬啦，韓國安布特佢就冇開，佢就會現下一個人他聽錯會做嘅鴨毛嘅裝飾嘅度。哎呦，安布條松夜9點鐘開始開，開到今日早晨7、8點。冇，我同講一開太久咧，要當到時嘅排隊啊排當長哦，佢就半夜2點鐘開始賣。真嘅，亞布卡附近的咧就有一間嘅鹽酥雞，佢就單槍賣嘅宵夜時段哦，佢賣嘅時間凍鴨就算咧，其實條價啊還很任性，哦想開嘅時間我就開，冇想開嘅時間我就冇開，係大概就啲咧想，算來有幾好食，做嚟按囂張哦，啊有一擺我就半夜唔睡夢，當當去看佢幾好食咧，阿妹愛啊，食菜凍讚咧，看得出來好食就出來，真是凍厲害，我有機智啊，真是凍好食。後
来我就发现到有东东人啊，会去吃小鸭哈，去吃这个宵夜，要特地先熬夜。我们熬的不是夜，熬的是美食。哎呦，我带你该台北西门町伫尾拄啊，因为该西门町啊，该马个路俺唔记得咧，该西宁南路啦吼，该有一家卤肉饭店哦，不过我动注一些啦，无安好吃咯。你还追董珠看唔好，还蛮像还蛮像啦，哦，不过安不是咯，哎呦。无恐龙的呢，哎呦，用蛮无恐龙，因为吼东珠该吼跟用啦，一直忙肉一米啦，忙肉，忙肉，哎，补位就错哎，啱補條嗰種小鴨雞湯跟肉就落落，咁加住6點鐘，咬下也該滋味。會出水，哦，真的會出水呢。鼓手真嘅可以同佢搞嚟燒雞啦。真嘅，我該尾後要青島人該排隊啊，哦，因為慢飲啲喎。因為8+9啊，青島該8+9哦。難怪我上班沒看到你啊。我係看到青島該哦8+9，順便有一個女朋友都青蔥該曾子瑜。秋買跳愛8、9妹，青島啊。愛講。一開始講到，好，其次講好當地哦，講乜嘅？哦，用bản事，捱咩唔會太強，結果咧，佢綁係要快聽冇嚇？綁係真嘅快聽咧。用白鐵。以前啊，睇下如果因為年都唔會省用，我如果少講啊，哦，以為我答案不如是小鴨，呢個啊真嘅，老古言語有講，唔係唔多，係時間忙多。哎呦，真嘅，佢幫佢做快睇嘅嗌塔上聽。佢幫佢快睇。佢做個係快睇，八公斤咧，八公斤凍凍咧。天幕看唔錯，唔係8公尺。8公斤是一組呢，8公斤就凍到。係嘅，唔係幫快提，係人快提咧。真係有啲上步都做唔起來，真係嚇到誒。嗰種人咧，佢就開始減皮嘅。難怪挺不會穿連身裙啦。小鴨，是個卡紅嘅條位。係咪食嘅料？係嗰片冇支持住嗰個。誒，第二片點點，等下上拖。你做暗用，扎起來看唔到。最高品質，靜悄悄，哦，點點。但係真係要搬開唔起來嘅，上步叫佢拖下來先，係留低步叫下佢。其實賣兩樣，佢同我講，誒，阿姊，我家上個家下做嘅拳咧，做唔做起呢？踩一些做唔做起呢？我知道最好食嘅小鴨，就係嗰種唔是去甲煮。唔是去甲裝，身體講佢唔是去甲細分嘅，唔論係乜嘅就會最三條嘅，因為身體小鴨你就懂懶事啦，連啲碗筷啊、類似你就冇想會數啊。小鴨用我細呢，係嘛？要講的。鼓手假是罵嘅就唔是去甲裝，就算係整自己做嘅，我都會給他一個米其林。你本來就係會本米其林啊？咩啊？唔係哦。就係阿燕子有講老冇講佢用，嗱真件把到埋嚟痛啊下邊嘅。我很期待耶。我要燒嘅一間喺台南東有名嘅，佢喺度台南古巷豆腐花。佢迄間複合式嘅餐廳啊，佢有賣豆腐花，有賣甜湯啊、火鍋啊、炒雞啊，都有東多東西都出嚟。啊，我之前我都市要做些做的都市啊，我就要去食。啊，他比較特別的係佢有介舞擺啊，佢介總縫啊，店鋪嘅總縫較老實用啦。啊，佢個比如介 logo。還有露天陽嘅海報，安尼東多東西，真係貼上啊你，都有氣氛安尼。最近挑夫法，而且我們沒有理他這樣子。挑法冇？豆腐花，豆腐花，哦，好，就係挑夫法，怎麼了？就係豆腐花，我嘛你係整自己嗎？大家係咪懂中文？剛剛講嘅豆腐花，唔就係豆腐花。哦，來扣聽一下，扣一下。哦，原來是那個甜唔食嘅部分。排怕看唔好啦。好啦，他原來梅乾扣肉飯，啲中華年齡，中華年齡咪有滷肉飯比賽。如果佢梅乾扣肉，佢喺做啲比賽嘅話，佢咪第一名。唔看佢啲有獎冇？哎呦，從點係乜嘢冇？135焦丁丁啊！哦，係啊，佢喺菜後豐盛，唔可能按你做喺邊乜嘢冇？因為佢喺豐盛喺本一隻盤咧，青菜唔做，唔做得差不多像3塊樣，底部愛藏那個牙籤哈，本佢有支點哦，喺面洗塊咧，總都按夠哈，50塊。
一碗汤10块。哎呦，嘿，我讲你佛心价，嘿，还过还有是要穿越时空了，到古代去了。生理几好的礼貌。不愧係安尼吼，小野探研、小野熬研、小野研究生阿峰伯啦，小幾多呀？冇啦，他講啊，一間很多阿後啊，阿後啦，佢都種法哦，你唔是年齡，你唔是去查，你就問人講，阿後啊伫倒位，佢就不人講，哎呦，按這名，真嘅，代替全部就敵。後生太上公，有吧太假公。